羅語篇。喺遠古之地，有座山，叫龜山。山中湧出一條水，叫蒙水，向南流入陽水，水中撞住無數黃貝，閃閃生光。但最奇異嘅，唔係啲貝殼，係一種怪魚，叫羅魚。佢有魚身，卻生出鳥翼，一展雙翅，飛越水面。佢一開口，聲音似鴛鴦鳴叫，悅耳之中，卻撞住災厄。傳說話，羅魚出現之地，水災必至。佢唔係神，唔係妖，佢係天地之間，竟是人間嘅異獸。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天馬行空，咁揭開羅魚之謎。榮園又睇，頭兩側有三對羽狀外鰓，飄喺水中，好似魚長咗對翼咁，可能就誤認為係魚身而鳥翼嘅羅魚。山海經記載羅魚鳴叫於水面，引來水災，但真相可能係相反。涉水係季節性河流，榮園其實係受害者。佢哋可能係由武當山、大別山、神農架被洪水沖落嚟，唔係引災，而係避災。你又點睇呢？歡迎喺留言度分享你嘅想法。我哋下集見。